博耀口腔係有百年醫學世家創立嘅高端口腔醫療品牌，到而家已經發展30幾年。現時博耀口腔品牌已經發展成為深圳地區頗具規模嘅連鎖門診機構，擁有1家綜合門診部同埋5家牙科門診部。博耀口腔有蔡文穎同蔡兆峰醫生2位美國南加州大學種植碩士領隊組建，成立咗一支技術高超嘅齒科醫療團隊，嚴格遵守 ADA 醫療管理模式，引進國際國內先進設備，力求為患者提供國際化標準嘅齒科醫療服務。博耀口腔切合港人需要，設有專業嘅粵語服務團隊，廣東話1對1服務。博耀口腔交通地點便利，現時博耀口腔持有紅嶺店、翠竹店、蓮塘店、沙頭角店，距離福田、羅湖等各個關口都大約係15分鐘車程。線上預約仲可以免費專車接送。我哋追求對患者無微不至嘅細節，只為贏得港人對博耀口腔嘅信心。我哋博耀口腔將患者需求放喺第一位，建立1對1嘅口腔醫療服務團隊，喺診斷、治療同埋售後各環節都為每個患者提供專業嘅護理同埋貼心嘅關懷，係港人首選。